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伫台湾时间初10来宣布，美国的官员甲台湾的官员所有交流的限制全部来取消，也就是讲，进前禁止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进入到美国国务卿的处所。 也阁有美国政府的机构袂当来展示中华民国的国旗等等，即卖是全部来解禁。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感谢，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会一直来提升，就是台湾采取着务实甲负责的对外政策。蔡总统伫总统府接见着访客，心情真好。也毋过，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率先来开炮，讲蓬佩奥若假伫卸任进前来访问台湾，那呢？ 阿强的军机将会伫第一时间飞到台湾的上空，宣示主权。总统蔡文在去总统府接见杰出资深人才，看出来心情袂歹。蛮冷的哦。哦，有摄影机在。台湾的天气这冷，因为美国有送温暖来。台湾时间昨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讲，解除对台湾官方交流的限制。美国不再安打北京的共产党政权。2015年，蔡英文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入到美国国务院，当选总统后，访美的规格嘛一直提悬。即马开放台美官方交流，包括台湾政府总统甲官员访问白宫，像较早禁止台湾驻美代表进入美国国务院大楼，禁止台湾伫商场园挂中华民国国旗等等，这拢解禁啊。外交部长讲，这不是雄雄得到的成果。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推动了一阵子了。那我们台湾能够跟美国之间互信不断的提升，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负责的这个对外的政策。 中国川普政府伫1月20就要交接予拜登的团队，交接前宣布大解禁。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就先开炮，写篇文章就写讲严重后果难以预料，更加讲若是蓬佩奥敢伫卸任前访问台湾，中共的军机会伫第一时间飞到台湾的天顶宣示主权。这个川普下台前的这个临去秋波我们政府的部门还是要从这个外交的长远的永续考量来看。 目前新要访台，其实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打算伫1月13下晡到台湾，对着蓬佩奥宣布台美交流解禁，台美关系大进展。中国外交部真罕见，无随反击甲批评，后续敢会有甚物反击动作？台湾当然袂使大意。